好，来继续来看新北市汐止一个得买70岁独居的太太，甲小妹咧通电话的时阵，突然间惨叫一声，电话就断去了。伫咧电话迄边的小妹是心肝火都有够紧张，马上来报警，因为唔知影发生啥物代志。原来这个太太伫咧客厅跋倒去。 好哩家仔，有这个小妹来报警喊救人。根据着内政部的统计，到今年的5月为止，65岁以上独居的长辈者有将近47万个，是创下着新冠的纪录。这个老大人家己一个人住，风险是真悬。若是发生着意外，根本都无人知。所以我们还是去医院啦，哈。还是要检查一下。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，发现讲这个老太太倒伫咧涂骹，加在还佫在人。这个独居的老太太是跟小妹讲电话时，向发一声了后，电话就断去啊。伊小妹赶紧报警，原来伊是跋倒，原警唔敢大意，赶紧甲伊送上救护车。阿姨，你快站！这摆加在是跟小妹咧讲电话发生意外，人才会知影要报警。有真个老大人无人照顾，伫厝内发生危险嘛无人知。 里头的屋主是一名80岁独居老先生，火警当时他独自求救无门，最后受困火场。发生伫去年10月，家己一个独居的老大人，火烧厝无人照顾，难逃死劫。依照内政部户政署的统计，到今年5月底为止，有47万户是老大人独居，比例是76%，这是有史以来上悬的记录，反映出老大人独居问题继续的恶化。 伫疫情期间，这老大人需要亲人陪去注意风险。若一个人尔，连去对登记可能拢唔知影，这需要社会帮助，亲人更加爱了解。建议随身携带行动电话，或安装家用紧急救援通报系统等，才能在危机发生时立即通报。 保持电话一通，随时会使联络。两早发现独居老人意外，安尼才法度避免发生悲剧。